今日喺 Costco 花咗巨資買咗一條牛扒，咁樣買一條呢，性價比會比較高。如果你單買3塊嘅價錢，就已經可以差唔多買半條啦。所以買一條嘅性價比都係好高，就係買返嚟處理嘅時候需要花少少時間。6.58公斤嘅牛扒一共切咗12塊，我切得比較厚，如果你切薄啲，應該可以切到16塊。呢啲係邊邊唔規則嘅地方，我將佢切落嚟。咁而家將切好嘅牛扒單獨用保鮮紙包起身，食嘅時候攞出嚟解凍方便啲。咁呢3塊就今晚做晚餐。響牛扒嘅表面灑少少鹽同埋黑胡椒粉。將佢反轉另一邊，同樣都要灑啲鹽同埋黑胡椒粉，等佢休息半個鐘。煎嘅時候一定要個鑊夠熱，用大火煎佢，等個肉汁可以鎖緊響入邊。煎2至3分鐘之後，反轉另外一邊繼續煎，兩邊煎到金香之後，將佢攞出嚟，之後用錫紙冚住佢，等佢休息15分鐘。15分鐘之後，我哋再用大火煎佢。呢個時候我哋就要放入牛油、蒜頭同埋迷你香。因為我2個仔要食，所以有2塊我會煮到8到9成熟，其中1塊煮俾我老公食就會5到7成熟。不過唔係每次都控制得咁準確，總之佢哋中意食就 OK。上碟之前我中意灑少少呢個調味料，真係會好食好多。呢2塊牛扒係我同2個仔食，呢塊係留返我老公放工返嚟食。呢個就係大概8、9成熟，小朋友食太生我唔係好放心，8、9成熟就係啱啱好。食飯啦，今晚嘅晚餐有牛扒啦、薯仔啦，仲有呢個 buttermilk sauce 點牛扒食好正，沙律菜，仲有呢個西蘭花忌廉湯。我哋食飯啦，拜拜。